Live 了。各位聽眾，歡迎人又再度轉來收聽本來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我人要介紹我人的特別嘉賓。這禮拜我直接特別的嘉賓要來講關係吧，告訴你，我的特別嘉賓就是新椒阿娘歡迎。嗨，阿娘個有到底要困啊？日日聽個只古無，要講幾個是個無講掉誒，白針嘅歡迎。Hello，了個有到底係啱合併嘅，你照看樣樣。老椒阿椒歡迎。Hello，了個有老椒英國中。Hello，大家好。英國中是叮當，幾個數時都冇嚟做，因為嗰部幾個數講係冇上幾，當劍嚟啊，差唔多流咗。了個有老椒我哋都歡迎。喲，又是人阿笑啊！哎呦 ，OK， 當今日我哋 start 一隻話題，咱介紹緊特別嘉賓啊嘛。แล้ว這禮拜呢，我是隻特別嘅嘉賓呢，就是伊個朋友介紹。誒，等陣我俾記下，朋友是領好未記。朋友誒那我記下朋友就領起去聽。佢這天 join 了係了。那樣點做咧辦來啊？點做咧辦來係啦？我寄是 link 去，我覺得啲應該到啲 Facebook，咁等陣我放 Facebook 放啲 link 去。住人咧大聲，其實阿龍啊，哦 ，sorry， 哦，阿龍好，阿龍啦，伊只是食物件，是就咩開物件，其實咔就大聲。OK。來講到對我當然 post 一個 stories post 啊，然後我俾講嘅時候就是即個喂Skype 合併嘅特別嘉賓啦，阿娘歡迎。Hello，阿娘你聽到啊？然後我聽到。你聽到咧，我放嘅咧，後尾聲你聽到？你幾聲？嚇，淡仔有咯，白鷺無啊嘛。OK，我即個可能聽到。我聽到啊，聽到。你有時候我講定到時早幾日禮拜時我未條路按咗除掉嘛，你講解釋就係講你巴士定到時日幾嘅時候，你講可能你八個數。啊，白鷺不是廿幾嘅啊，是講伊拍數位嘅嘛，伊開始咧嘛，伊講伊伊家己是 Ghostbuster 咯，上人細漢看 Casper 嘅啊，上細漢時人唔知人爸做咩嘛，所以今日就講伊直直去暗啊，了就講伊是有掠鬼啊咯，了人問伊話啥咪咪驚人驚，我講驚鬼嘅，頭鬼去上隻啊，所以驚鬼。了我厝人講真濟問嘅，特別不是驚鬼嘅。了咧伊話講伊是 Ghostbuster，了啥 Casper 啊咯，特別是 unfriendly ghost 啦。哦，伊係 unfriendly 嘅 ghost 啦。伊 actually 唔是干那鬼呢啦，伊成日咧，就係講若是講啊，響光頭啊，伊會破咯。了 related 到個了係咧。光頭啊，鬼嘅咩嘢，係唔記得，不是會做嘅。哦，你我有看到伊個你發出山嘅 video，我有看到啦。แล้ว你朋友叫我看，你伊真正濟人，伊暗是伊參加濟年嘅嚇，安伊捌真正濟人。啱未？係，伊暗是伊九百是年起嘅，start 起嘅頭一間，九多邊嚟嘅嚇，了先是讓佢睡，成日多一間厝啊，人嘅厝啊，明白係佢睡人嚇，佢嘅厝啊，掉嘅，了搞個第時啊，未記啦，總之搞就係時間，家己買地啊，起暗。哦，到底得落暗？順嘅阿啦。
送嚟阿拉呀，唔知聽眾。學嚟咯，學嚟。學嚟哦。喂會啦。名咪阿未使講。蘇光標。蘇光標都知啊。唔知。哦，不單係愛去看嘅。你了伊個攞咗嚟㗎。即住啊，即看是住講會知。我即學了呀。哦，多麼個啊？嚇。多麼個知啊？我知，古早話就是去學冰車，師傅嚟教我掠鬼咯。哦 ，maybe 是錄用嘅一把名咩名啊？我爸是 Master Joe 咯。แล้วว่าป้าสิเมนเนี่ยแล้วอีกวยเอาอีเมมเบอร์กันแล้วอูไว้บุเอลเช่าสู่หูเลย哦，所以你爸是start即暗 start 嘅時就一開始ป้าสิ啦。จะได้ฮะ start เลย你做3幾年你講係啊？ฮะ3幾年แล้วอีปันสู่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บุษอยู่เลยเนาะ哦，ฮะแต่พี่สังกัดลูกไอ้อีกวยขี่สังสิงคโปร์อ่ะมีอ่ะลูกเลยไปกี่票可以哈，你出你嚟車要你可以去啦。ฮะแล้วยังสิบุษอยู่เลยละ service แล้วยัง係使啥地 and 暗啊什麼啊？就是講俾學你。係使咯，3個後路好咧，你使去一邊嚇，第二了去拜下咯。即呢即唔是講成日學上線人講嘅，即是學講鬼啊，你所謂唔夾嘅咯，白你教人家不是上線很驚咩？所以actually remember 有阿嬷有雲啊。係咯。伊唔是講有一線人講嘅什麼，伊只是個了人啥。對靈魂嘅物件關係，跟靈魂嘅物件，喺度對使做啦。有成日有數，伊做數，伊成日有收誒卡手，喺度。變咗把你 master。冇成日伊講請師傅嘅是，伊讓請咧個成日嗰一人講個路誒呢，伊把伊後路修哦，喺修嚟咯。係，路修個嗰路個。ลูกเอบันแล้วฮัน當然你八鬼先了，你八鬼做古啦嚇，你八鬼先。幾個字嘅嘅？佢就係幾個字開嘅？幾個字嘅嘅？哦，八路年啦。八個冇幾個冇幾個字啦。十九字幾個嘛？一個是你當然就正講咧，你愛講有啲物件成日是想較少數字，too much information，你咪講唔了緊啦。特別我問你把貴姓，你聽起來看你把成個少年呀喎，好老個。是啊，哎呦是，那東西。對嘅，等陣我叫我 recall 嚟嚇。แล้ว即係実際啲暗示就自己啦，冇多冇個。阿 John 啊，我問過 ，actually 係咪屬於 father pass away 去嚇？都是我本每年吧，特別一對去。你先至用上次看本，你 master。我知伊 father 本，我知。哦。那也啱咗大佬呢嚇？伊暗是啲。online 你知 Golden Triangle 對啊，對啦Golden Triangle 個起下邊一條路，有隻 Petronas 彎字。哦，以前時有迄個紅光只大線嘅嗬，有迄個字白黑白大線嘅嗬。哦，我知啦，Petronas 嗰邊一條路字見啊。啊，對。一頭正有咖喱芋頭嘅一條路字喎。對。邊嚟啦？有六個彎。我係買啲嘢我攞，呢邊嘅後每一件嘅嘛嗬。裏邊應該是有腦筋嘅，然後我把是落浪嚟彎去嘅啦。哦。要擺搞亂咗。有貴是你看見陽光做嗰隻大線嘅。唔是我講，我係其實係你嘅，我把對好把貴了，可能都整過啦嚇。係一件是頭一件起嘅咯，然後過後，即係我包7件嘅了，不如。哦。嚇，有 member 嗰個自己開KL 2件，然後多刷卡有1件。你阿邊面啦 ，sorry 我未記叫咩？
大叔公廟，叔公啊，叔公啊，哦，叔公廟。了伊家己甲白位母開 branch 㗎了啦。了是你爸去甲人掠鬼咧，還是別人有別人你別你 branch 有別人別你師傅？但係 actually 真係人不要掠誒，樣有真係人不要掠誒。所以我爸是美年啊嘛，แล้ว別人不曉誒，แล้ว我爸伊無得愛，伊收人嘅咧，伊是無得愛，伊是無咧第三班嘅。伊未看到啊？แล้ว伊未按照講咧，樣有誒會看到，我爸是未看到嘅，但係伊會掠。哦。伊內邊嘅啲師傅會掠。แล้ว成日樣加大 case 嚇，樣個俾幾難人白白去咯，成日有誒會曉看。有得愛看誒吼，因為看到伊鬼誒形啊，咪樣個畫起來哦。我無明白講，那是你爸未看到，伊安怎掠呢？伊是伊actually 吼，伊會曉念真濟經嘅咋，咧伊曉日本鬼啊，鬼個咧伊會掠啊，所以唔是講我爸會曉係你會畫誒嘛對，所以伊是伊師傅會曉，伊佢就講伊師傅是 international 嘅，伊是 international。伊師傅是裝咧，伊師傅。伊師傅就是講掠鬼嘅人。但你聽師傅嘅時候，你看你教阿咩人講有緣咯。แล้ว我爸是伊暗是有雷嘛，有雷是thunder 雷公啊，有個雷伊是老二嘅。แล้ว成日我甲觀音有緣吼，把甲收到觀音咯。แล้ว伊是無相嘅，伊有真濟種嘅。但我冇明白咧，那個感覺就，所以意思講師傅，意思就是講你看下面人講做你師傅嚇。係，伊教你按怎修練咯。所以就是講你爸本身是未看到鬼，特別伊就是講伊人講伊師傅，人講師傅接到伊嘅事，按怎伊教掠鬼呢？你愛看較清楚誒吼，香港啊，真濟年前啊，香港有排一個香港 TV8應該是香港 TV 啦，伊樣有來這邊嘅，伊樣有來正訪問掉吧。哦。係，你看，你去 YouTube 後，你睇蘇公廟香港 TV， 你要去。咧伊家己迄邊嘅香港嘅人吼，伊港人吼有去 experience 咯，家己去請一個師傅啊，然後咧伊去。所以甲人 share 咯。when 你講請師傅嘅時，伊是要請是一紅光嚟啦，看你得一啱着你嘅紅光啦，係。係，對，成個你請先生嚟教你啊，咯。你教你咧是伊是按怎教你？成個你嘅師傅做嘛？係。伊按怎？你先講 OK，咱講你爸咯，你爸是請伊嘅師傅是得這樣講咧？伊無相咧？我爸是。單得咯，你哦，你講哦，你講嚇。因為伊請到伊嘅時，伊是你爸成個接先成個登記呢？無，伊唔是去當嘅。OK，我是新人話我咪請咯，請到我後我個別資料，琴日轉下咯，一樣教你按做講嘅嗬，你都先細過嚟嘅。特別伊唔是講成個去當嘅咋，只往是清清青，往是在嘅，往會聽到嘅咋。特別後你讀起資料嘅時候。無估你手會叮當，你身軀個嚟叮當嘅，嚇！伊係你安嚇就是伊教你咯，教你修練咯，然後坐15分鐘是一點鐘嚇咯，然後成日伊去掠鬼嗬，伊無嘢你沙布冷撐下都無嘅，伊無成日第幾人看你零行正伊無嘅。你我問你講你後母你講好我聽講你爸出去，你是講 OK 一個人。嚟隨你講我厝上是有鬼啊，แล้ว你嚟教我聊，แล้ว你爸特別按照做你講嘅咧，一步一步嘅啦，明明，我冇明白啊。對，嚇 ，OK，上個話你講你厝，你嫌伊講是有，唔係講我厝啦，就係別人嘅厝。OK，成日你講你啦，你朋友嫌伊講很夾做伊啦，แล้ว你個俾後位爸你朋友嘅名。แล้ว伊嘅厝地址，แล้ว伊出世嘅日子阿嬷嘅阿嬷名，แล้ว出世嘅日子加伊嘅地址咯，แล้ว伊樣個你特別係在幾年本啊？樣本嘅，係樣免過去嘅樣值嘅。哦，你樣值啊嗬？樣值就樣嘅師傅講，佢間厝是有物件話咧，樣家去
yang kaki service 咱嚟說yang特講是無關係㗎，安尼款 supernatural 物件咧吼，鬼嘅物件咧，講頭物件伊樣無去嘅，yang甲你講叫你去去吹落棍，嚇。意思成個講就是講，就係講這唔是無關係㗎，講頭還是安尼款靈魂嘅物件，你就叫你去看落棍啊。特別你爸，你講你爸成日講伊美術護士是，到底係邊講 ？OK。你學伊嘅生日嘅日子，你學伊地址名了，你爸按照做咧下時期，伊就成日講請伊嚟講嚟按講來，了。我是冇看過啊，比樣看目睭下，因為嗰樣鬼仔咯。即係成個我朋友嘅爸，即個另外嘅朋友嘅爸咧，可能有咩事？伊成日伊嘅寫字寫嘅時候，伊會通加全世界人，伊會 contact internet 樣嘅嘢 ，internet 咯 ，contact 加無相嘅人嘅。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你嘅爸做咩事？伊會其實開等陣，但係我只聽講妹我當冇講，我佢根本未知啦，所以佢講起都對起啫。我是講，若是講你感覺會使講 OK 嚟講係，你會使講，若是講感覺唔係講上數字，你唔叫你唔係講會使啦。就冇我妹你講，你爸是看迄個少年啊，做咩事要紅險死去？伊是掉virus。所以冇 expect 啦，即是。無咯，佢是開始7月7日一個後嗬，伊去開伊去伊暗開大樹會白一個後嗬，點電視啊，開目睭一個後伊個紅，伊 actually before that 伊有發燒咩啦，到7月7日，伊輪到7月7日，伊做了下嚟 ceremony 一個嗬，伊個發伊個規身都準咯，你伊嘅 member 能夠上去 hospital 咯，แล้ว伊個拄到拜六嘛，แล้ว無落棍。等架伊 blood report 出來是拜三了，แล้ว講再講是阿啲 virus 咯。呢是咩 virus？ 是叫呢叫 melioidosis 啊，伊 through 頭嘅主嘢垃圾嘢，可能。แล้ว我爸佢醫院嘅診裏邊嗬，一定能去幫位啊，可能去甲人辦事辦，唔知講第時掉啊，可能係 virus。伊 virus 一大幾啲事故 maybe 10年20年 maybe 幾禮拜可能所以看確知哦。我知啊，應該中是落棍啊，應該中你就係講咩 virus？就是我聽有落棍聽到個 virus。物件是我想是 bacteria，唔是 virus。有冇來意？係咪叫冇冷意？我伊個 bacteria 是 actually 是你係pseudomonas Bacteria pseudomonas 我寫翻啦。最 common 最普通嘅是 aeruginosa， 特別我嚟看嘅 pseudomonas 啦，特別頭是較濟是上個物件上個microbacteria 轉咗濟啲頭嘅。Clostridium 嚇，叫 Clostridium 本真正普通啲頭。你都是寫出怪字，我哋都按照 spell 啫咧，melioidosis 係咪 ？melioidosis 啊，我 WhatsApp 我錄啦。我你叫我 spell 唔出，我就愛笑啊。佢 type 出嚟嘅係咪？type 話。OK， แล้วอันนี้รู้就是อันนี้เข้ามา是真正紅險咯，แล้วอี是拜三日冇禮拜是拜六禮拜是拜六日。伊接落棍出還是伊去落棍出鹽了就斷啊？冇，接樓แล้ว拜三伊嘅 report 出來咯，然後講是隻 virus 咯。伊再講是隻 virus 一個後嗬，伊下晡evening 啊啦，4點幾鐘咧，伊個頭就 ICU 啊，紅險嚴重去啊。แล้ว特別接一下又話吃藥咯，就係講什麼病啊嘛，就吃藥。แล้วthe next day 一出來去 normal ward， พอท้องอยู่嘢，แล้วเกาได้ไป4個禮接第2刀咯，แล้วไปอีกก็เบียร์咯。唔使等到10日咩？แล้ว你安怎會知講你爸會寫一本冊一落來有講掉嘅嚇？伊 before 伊好好嘅事，
我個再講一句答嘅嘛，一答無影，佢即成個少年人可能講無影，伊 Facebook 唔驚，佢即 update 伊嘅 story 啊，伊做嘅唔驚，伊變有一個 case 後，伊要帶頭到尾，伊要是喺到 Facebook 嘅啥，伊 on the way 去嗰邊啊，伊要伊將 script 嘅，所以伊到底伊冇有到底是講有冇有 Facebook 嘅 page 啦。嚇，特別伊家己為伊 post 較濟啦，伊 page 甲無咪 post 啊，有本來樣有 page。特別要 share 個人，要 share 個人，伊成日特別有咪 case 度，要 share 起來可能。嚇，真久10年嘅 case 伊要 share 起來嘅。哦，你 share 起來，伊是到底 social media 嘅。真久啦。伊是 share 起來，伊是到底家己 computer 家己 share 起來記錄起來啊。伊一 start 時，伊是未曉嘅，伊用 Facebook 嘅 ，Facebook 有一個 note 嘛，有一個 note。然後我講，我講阿爸，你要出冊咧，嗬，你要出冊咧，你寫大邊咪特人看到，你出冊咪無人看咯。過後伊個無寫咯，伊寫個幾十年case，過後伊個寫到 Word 寫咯，我教人寫到 Word 嘛。哦。寫過後留個寫一 story 啦，百幾年寫一啦，然後伊一本冊咪錄伊樣經30年出來嘅咯。哦，伊寫是寫長人還是寫阿嬤？伊阿嬤，伊寫阿嬤，伊我爸寫阿嬤冊。哦，他阿嬤冊 ，OK。了，伊寫了伊寫30年 case 啊，了伊30年 case，伊是按照一對伊個數是講，哦，就人蝦米數咧，按照改掉啊，是唔是咁嘅問題啊？咪按照伊個數是按照寫呢？伊個數成比如啦，伊是大頭講啊尾，成啊，伊講下。DC 有一名係人嚟暗吹伊，我講一個 case 有一個大波嚟吹伊，然後喺大波是未，伊拍攝唔敢講，特別佢後伊講伊是未起嘅，未起咯，然後樣咪 start 係即學伊咯，因為佢講伊是做錯唔見做到伊未起嘅話咧嗬，樣個無救啊就，樣無救伊啊，是叫咩啦？係佢是 playboy 啊，上面又慢慢叫嘢咯。特別人直講是無關係甲伊家己嘅，你打波伊家己嘅。人直講是伊嘅 ex girlfriend 嗬，去請一個master 嗬，做你那時間嘅公頭學伊。哦。哇，個人你看咧我都唔知嗬。解。嚇。佢做那時間做學打波未起嘅。嚇，點解那時間佢是做打波嘅嘛？哦，是咩？我唔知喎，我真係剛剛你是做打波，特別你係做打波，我真係做暑假住人嘅嗰嘢，我唔使講你做。我無聊你知啊，我唔使打波做啊，就冇嘢啦。一時成日徛到伊嘢，你唔見為咗可以食啦嘛對。然後人解過後，你對佢啊，你過後伊分對嚟講，伊 OK 啊，咪歡喜咯，你看咯。哦。แล้วลองน่ะสิปัจจัยก็30年個數咧ลองแต่ใส่นี่ check 出啊บ่บรรลุอีสิ做 pre order เนี่ยเกี่ยวกับปัจจัย講看 response 即係你บรรลุอันไปแล้ว check อันจะ講บรรลุอันไปแล้วอี printing ก็ว่าไอ้เจ็ดกันแล้ว好事啊แล้วก็可能去 print 嘛所以 before 10個號往 send 出去啊by 10個號應該好貴บรรลุวัน是 start pre order เนี่ย pre order แล้วอันจะ去買咧到底到底ทำ買我講來寫起啊，伊是有個 website， 伊叫 Raw of the Thunder， ROAR， The Raw of the Thunder， Raw of the Thunder，OK。嚇，然後你看伊 page 咯，你去伊 page，伊頭前有幾水啦，伊樓下有講 I pre-order click 喺你 button 嚇，然後個 order。而家是你把就是但係 Thunder，你唔是你把誒。疏忽是伊嘅冊裡面名 The Raw of Thunder， 因為我爸是 Thunder 嘛 ，Thunder 是外爸咯，所以 The Raw 是伊去辦數嘅是伊 Raw 嘛，嚇，所以伊冊特登是叫 The Raw of Thunder， 特別樣之前做下啲 website 是樣係 Raw of the Thunder。.com 啊？.com。Raw of the Thunder， แล้วสิแบบที่ว่ากับปังว่าปังว่าเขาเดียวว่ากับปังในลิงก์ตัวที่จะเป็นในฮอกเกนในปังอยากก็เลย maybe Instagram 嘅時候 post สิปังแล้วที่เขียนสิรู้嚟啦你小英 message from the Master Joe's daughter สิรู้嚟啦對。哦
哦，你聽講幾個數？哎， Roar of the Thunder。是啊 ，Roar 是 ROAR 嘅 Roar 嘛對。對啊 ，ROAR of the Thunder.com。啊，我個 .com 啊。啊，冇咪，.me，.site 啊。我用 Google，I thought you Google the name。Roar of the Thunder.com。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我未聽過故事，未聽過故事。這故事是真久咧，應該是1980年，1980年嘅事。應該過後，應該我知嘅時候是樣做好事嘅咧，所以到去1980年嘅時咧，有落山，把榴蓮花真濟咯。嚇，然後樣下邊係是有一個新嘅地主，伊買下個地起來，愛摘榴蓮啦，所以一去浸一個樹樁，OK， 伊把浸咯。然後過後咧，嗬，個一個樹發生嘅咯，因為伊唔知伊浸嘅喺樹樁咧，嗬，內面多了七個 lemon， 七個龜啦，7隻龜，嚇，7隻龜，骨香嘅龜咯。然後樣老闆人再講，啊，你樹樁是內邊有大一個咧，因為伊個山口有一個 temple， 伊內邊 maybe something 啟動嘅物件，啊，你安哥甲樣講過。然後因為伊浸咧樹樁過後，嗬，佢直接發生事啊嘛。伊唔是講伊家己發生咋，是一合併嘅嗬，誒地主嘅人家都冇發生，因為部落上有真濟摘榴蓮花嘅人嘛，有呢真濟嘛，所以一個發生咯。伊站嘅咧，伊冇掉，伊嘅 neighbor 先掉咯，伊嘅 neighbor，伊 neighbor 嘅爸咧，嘅 grandpa 嘅阿公啊，伊唔捌拍波嘅，52年唔捌拍波嘅，紅險100人都要去浸伊波，一百上小下咯。嚇，了嘛姑姑愛去對付伊孫，所以樣爭伊去小人經啦，something 嚇啦，過後啦，了伊去甲小人經嗰邊嘅時咧，伊過去加伊個咧印第安嘅小人粉啦嚇，小到5蚊咯，小到5一項，2禮拜死哦，所以2禮命去啊，2禮命去咯，了過後發生個另外一個地主嘅厝嘅囝。伊驚節目多嗬，愛去山嘛，了甲老落坑啊，了死去揾咯。伊不到落坑啊，不到落坑啊，伊係邊啊，見嘅佢落去啦。嚇，我唔知落到啊，講落隻坑啊，嚇，了。你係講坑，係是伊嘅落隻坑咧，還是伊邊啊？啥？伊是山頂嘅人工坑，啥物坑喎？你是黃甲老落一位淺嘅位咯。了伊個小弟，伊咧地主有幾哪個囝嘛？伊頭一囝嘛死咗，咧伊個一個囝咧嗬，上伊個死啊嘛，個落過之後嗬，伊個另外一個囝去游水死啊，不點去哦。所以話死嚟命咯。了個對，即個個是喺浸樹樁嘅厝啦，所以伊家己兩個囝死去咯。了第三個地主嘅事咧嗬，我自己浸樹樁嘅兩個囝啦，就不到落坑啊，這是小水店是你地主嘅囝。對，所以咪4條命咯，因為伊樹樁有7條命嘛，所以伊咪變7條命咯。所以佢家樣第5個時嗬，就是到另外一個地主嘅查某時啊，還是應該14歲呢。了樣一幫學啊。去山頂嘅對厝哦，了大厝唔知啦，所以伊家己大個較靚咧嗬，樣看到伊查某時咧，是伊大去個較靚啊，伊喙出白泡啊，你伊手驗了一罐red killer solution 啊，成日炒嘅啊，學炒大薄藥，伊去啉掉，伊可伊唔知啦，這個了就估伊個 case 個了我咧是 spread 出來冇想點先。伊冇寫咯，特別 maybe 畫咯 ，maybe few months 嚇咯，成日伊講你兩年嘅2 months 嘛，然後 maybe 嚇你然後其第5年啊嘛，第6年伊講 after 3 years 伊講3 years 啊，spend out 就等咧。嚇，就等咯，伊特登就等咯。然後伊第5年OK，第5年咪是伊查某死咯。啊，第6年咧嗬，
當一個咯，伊個另外一個查某16歲嘅咯，咧伊有直接幫學嗬，愛對部落嘅路時咧，伊好像行去另外一間厝嗬，人嘅funeral 成個人死嘅位啊，伊好像去行入去人嘅厝哦，一跪落來哦，一喊哦，伊唔捌係人嘅喎，伊跪嚟喊，咧伊就部落人咁崩死啦嘛，所以人佢捌你。咧人個本係爸咯，本係爸講你走啊多正啊，人哋看咯，然後伊人把嚟揣對去咯，咧伊對去哦，伊好事話咧嗬，伊是好事嘅，伊無好事話嗬，伊會起笑啊、講啊，看咯，所以應該是得怪長啊，人去每人講去做，個了阿嬤嘅，阿面看落佢冇看了啦，應該做冇做啊，所以冇是未好，然後所以個拄就話爸，人介紹個拄就話爸。然後我把佢介意做，然後in the end 是 save 到伊年咯，所以第六年是冇成咯。哦，然後啦個，然後第7年唔講係切掉啊？一第六年叫掉咩？哦，對起，一實對起啊！第6年你把叫掉了，第7年就冇數起啦。啊！咪對，伊成個對見啊！伊個燒氣啊嘛，冇，變成個我爸叫到係人一個啊嗬，要去掠下邊嘅去燒，按就講去燒咯，去燒嚟切隻嘢咯。哦，你即係你出事啊？未？你事？交俾啦，我攞去啩。攞去 ，OK。所以下時你唔再做噶啦，攞去呢。唔知，我再試佢後，我爸介意做朋友啊，我特特去攞隻榴蓮呢。哦，就嗰啲叫佢走咧，數。搞掂啦，至一過嚟訂杯啊。一過嚟我爸哦，成日叫佢走咧，咧伊會去燒，但係我未見面，根本未รู้講係個你爸，就是講你安怎會在你在講你爸安怎會風險成啊？在講伊會去一個無得愛，你講未看到鬼家己，伊安怎會在講你去拜得這你離講嘅師傅來做可以有力入鬼呢？伊樣是安怎一步一步，佢哋錄有安尼，佢哋安怎講包圍啊，伊是一站喺錄制嘅嚇，你一大時成日你都有叮當你手啊，佢嘅，一接落去你會出聲，會慘咯，會念經嚇，然後。出聲上面，意思係講你神話咧，講你餐廳咯，按照講我爸是比較背嘅，很勁，特別伊也念咯。哦，意思係伊成個伊你人講，伊師傅去，伊師傅教伊嘅時，伊對曉講啦。伊有講啦咩？真係。伊是教啦，伊個件整出來嘅咯，係咯。伊成個字聽伊辛苦講出來，佢那係有人講。嚇！你成日你actually是在伊成日你手就成一個物件叫你叮當嚇咯。然後成日你吹開咪，伊唔成日一個包我叫成個一個人嚇叫你開吹，叫你教你安怎出去嚇咁樣。然後你個幾把經驗做嘅咧嚇。你個幾把經驗？有啊。我是這幾年嘅去做。哦，你冇是 one of the 你人講嘅表裡面嘅這啦。特別我是新嘛，所以冇安尼接包啊。哦，你辣門係巴㗎啦，是咁樣，冇你經驗。แล้ว你講下你自己起嘅時經驗，你不做到係超人解決係咪物件？我冇係你包咯。我是話你自己燒料呢。哦，所以你當佢燒靚，你那時講 A 時嘅 A B 時代表見咧，可能你是燒靚個時教你點聲教啊，你去到係超人。嚇！對，要點聲，所以佢係骨力燒靚咯。哦，特別你細漢嘅時冇，你冇去燒靚，你最近嘅 start 燒靚。嚇！我包過嚟見，我覺得冇一人有參與，冇一人有去上點課了解。我再講八廿幾啊，是講我冇熱意去 join 下咯。哦，就係講咩？然後有嘅有包位，有會醫病，有是搞到尾有嘅 member 會收到會曉醫病嚇，有個知，所以有 maybe 有會知講有唔知講係你包位是安怎嘅，慢慢來嘅。哦，有是搞到尾個知講。有包位有嘅是會醫病，成個之前是好，我冇辦法，有時講未每數未醫病。特別過後會醫病。哦，所以慢慢一步講，實質個你來個了誒，一慢慢。
你個別看到車 master 按做假如咯，咁樣咯。我冇咩OK，看你 OK，等陣啊，我個你暫停啫，死啦！我學個巴黎，我其實講係睇咪困，你唔使困橋，係睇俾心機困一杯。是咯，我覺得。OK，俾心機後你講，叫你困橋。我只story 咪講，是講我唔知講咪講多只係多隻味。你講定單，你講你做咩事嘅什麼嘛？做咩事嘅呢？是。你當年個做咩事哦？個 still 做過。我接落嚟本是講有成日有 experience 有貴嘅。你細漢個大漢乜嘢啊？細漢嚟時本是成日講有當時都困掉啊。咁你成日困嘅時，成日有車起來時，就後面嘅地，你可能就這樣。你冇成人教我講話，可能係就嗰個都講話啊！嗰教我講話。第時個都講話。特幾位成姑咧教我講話嗎？你係時幾歲？你冇成講紅飲條條啦驚咩？我驚個必須咪是5歲呢咯，5歲6歲可能。有人作個你出嚟人講啊？冇講到隻家己成啊。燒掉，家己咪講。燒掉可能接落嚟本是燒掉可能。有你聽人咁講話時講咩？人講咩嘅？我未記了咯，意思啊，即係冇成人直接台灣咧，可能直接教我講話。แล้วรู้ใจเสียหันกับตัวหันรู้ตัวอูแล้วรู้กี่สีกับสังกัด頭一道看到就見啊，你記？頭一道我講就見是我是去看厝，就我邊買厝嘛。還是幾歲？還是？接去咧，厝是目看咧，有一個房間嗰邊，成日有。這是到底本來是到底本來我到tan中部啊。我係回來啊，多謝㗎。多謝㗎，咁多謝酷好我知啫。你是托卡厝還是condo還是？冇，伊這隻古嘅，以前啊成日成1980幾年，你可能是咯。แล้วอีสีสาก็ตอนที่รู้ใจจะทะเลเวลแทนหมอที่ดีลอยที่ดีลอยให้เป็นหัวมาสิอูล้อรองต้นไม้ให้เป็นหัวเดี๋ยวฮันน่ะว่าไม่รู้แล้วว่าต่อกงก๊อดเลยมาว่าต่อกงก๊อดเลยมาแล้ว你咪先你 KK ซ้อมเป็นไง冇啦個畫係你似杜嘅係你花OK 定當我落學時佢 video 讀晒嘅同你講我咪是叫我字我係嘛講差幾香嚟แล้ว我係你咪是因為我係你似杜係咪是講我係你其實對邊，依小港嗰邊嘅嗬。我係你 Southern Bank 嗰邊個。我係你是講國啦，你是講國啦。你是冇，係你就估了。แล้ว我接佢嘅厝，佢看嘅厝，แล้ว係時有個，但係講有一個，想要有一個，唔知啦，就遲疑咧，看咧，แล้ว想看到。你係幾歲？我喺你試下價值幾歲可能，แล้ว成日看到 ，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ind's eye 啊，看到成日講佢內邊到佢頭殼入邊看到，可能成日講看到，成日有人成日掉暗咯。แล้ว我驚走出去，我大部人講，這邊是路可走你快出去，哎呀！你一時路個你大部人還是參你青口咪就自己看，出租。冇啊，跟那大部人嘅，唔知這邊是冇青口，唔知是冇。แล้ว我都唔敢接皮了嘛，是走出來嘛。
了我这里面试嘅是，我是講這是想講馬路加，像是3年前嘅你看啦。我做緊個 ICU 嘅嘛。這是到底澳洲嘅呀？澳洲為了。澳洲有幾啊冇？有啊，真係冇。啊冇幾下了講。了了是我colleague 有即係過一個 patient 啊，你看咯。了是 patient 我看伊互伊 patient 穿迄個紅嘅地步啊，你看就有成間去開刀嘅迄個地步，迄個成間無紅色嘅就有。了我是講，特別是你去係穿嘅，你看物件，伊困去啊嘛，because 我係要可以困嘛。了 after that， 伊講你去開來看咯，我無愛看伊個大肚，了我是去看咯，看了是伊個大肚是係咪就是啥幾個很白伊個頭嘅腿啊，特別白出來，然後你就有，了我是嚇到你就有，了我對厝啊無咩事了after that 我 morning 嘅時我白起來我洗面嘛，洗面了成間有物件徛了我阿妹你知，了我都驚了你知哦，驚了 after that 我嘛是想講，哎呀免插伊啦，無半項啦，然後去食完 breakfast 了 after that 我去洗我嘅物件，洗碗洗嘅物件時，佢在成間有物件徛了我阿妹很。了邊來看袂到 ，but then it feel 就想講有人徛我阿妹，了我就來就驚，我別打下了我 messenger 我朋友會曉安尼可能物件嘅 ，because 伊不會看到嘅，你知哦。我未看到，伊會看到嘅。所以甲我講，你去迄個 church 啊，去食迄個 holy water 啊，來祈禱你知哦。了時我嘛是走出去咯，我開始驚了咯。了去 church 落條鎖條白紙，白紙了佢就走去別個位church 去過看。你家己唔是紅教嘅啦？我是紅教嘅。特別你唔是你其實你家己 church 嘅 Holy Water。because 有幾哪裡嘛，所以 Holy Water 嘛，所以我咪是後尾個。去找別個 church 咯，也淡薄 Holy Water，你甲我講，你 just 成個心安尼看，你頭無去咯。我對來是話，我會 feel 到講有一個物件，等住我就去迄個我車位啦。哦。了你是去 Holy Water 行了啊？唔係是行了，個邊去車時間看到，個再講啲。係啦，我對來處是嘛。哦。連也真驚，因為我頭一擺啊，很拄到嚟看物件頭，因為我有國家一個hospital 嘅時候是有拄到啦，就講就影嚟看頂過看，就一物件走過看啦，是講係你是我本無去想你治療嘅，了是早起時嚟我把你考慮教我講我看人特別叫迄個 priest 來祈禱，我講蝦米事？伊講迄個我人嘅 patient 有一個講看到一個像一個影徛在邊看了樣，你看咯。哦。所以我本想講一看到，個想未看到，你看咯，像一個影，你未看到明明啦，你未看到明明嘅，但係伊就講我是。較濟你是講幫到真正，較濟是幫到嘅咯。OK， 但我個一間大媽唔是按鳥講，唔係講按鳥。Hello 哈，對。我講是早兩季節吧。我哋做工位了，我嘛做 OT 哦。了迄陣時無人了，剩我一人。了我 supervisor 都轉來，了伊就講，了袂對，我講阿妹差唔多了。了伊
伊係行走嘅係你 moment 嗬，那就有一曲查某，啥啲做工條個突然條鍵盤嘅聲，然後我就奇怪無人啊嘛，然後嘛向下你聲嘅 direction 行去，我要幾點你才去阿妹啊？阿妹8點幾。哦，做啲嚇，然後我就行一半嗬，我可能啥無對片啊，因為我行一半時伊聲已經無伫去啊，然後我就行，我嘛較尾行去我到頂位哦，然後我較尾燒唔驚，我驚嘛，然後我燒唔驚，然是咪走啊？還是？嚇對，我會走到，然後我燒唔驚一半時哦，一聲來了，一個查某嘅聲，伊甲我講。周末你這樣遲啊，還不要回？同你講 Mandarin 啊？我講華語。你有冇聽過這聲色嘅？是冇聽過？我冇聽過。我會講啊，我都講。阿妹，你看到是我你聽到聲是到這裏向邊來？就是我聽到你大邊嘅聲嚇。你特別你看其實是暗暗嘅了。冇，我暫時無看開過。哦，夠開個啦。你聽聲無看到咩啊？無看到蝦米物件。無看開過，因為嗰時我對時我對時我甲看嘅。你阿婆學夾起來看做呢事啊。甲看咯，你係暫時甲了開個開個櫃 office 甲了開個。我記日哦，佢阿媽就是我教我誒咩人講咯，有個朋友佢就講 ，actually 嗰邊是有影有嘅，因為佢在伊冇特別做緊嘢，伊擺落嚟做工啊，做工啊吼，伊行嘢伊通會叫人同意阿妹家己來叫伊。哦，你比如看無人嗰種。你奇怪怪物件啦，然後你其實頭一道感覺到的啦，你頭先我聽到哦，so far 無 feel 到蝦米物件，聽到蝦物件伫我嘅 office 裡頭。你聽到一聲響是回來還是夾我咯？無講真啊，回我無講真勁，中啊！當你聽到隻邊嘅是隻細聲，那邊嘅。然後一個啥無雜咯啥 normal 佢講話啊，可能 volume 嘅聲咯。哦。我你冇冇去唱者咯？我冇去無唱啊，但是我是真啊驚。喲，我就揾鬧出來是。我 actually 我白條唔驚，要燒咧，要燒啥？我燒我咧燒我嘅風啊，我嘅雷白啊咪個了，要舉車就是要走咧，冚電腦嘛。可是。做了一半時，伊就開聲甲我講，佢就說：你這樣遲來不要回家。查某嘅聲啦。查某嘅聲。你想打你聽到你名你咪我聽到。Hello，就是咯，我咪都笑掉咯。我的 moment， 我聽到很小時，我不曉得佢哋 moment 人哋亂講嘅。喂，我把架雲吞嘛錄音咪是嘅，係比較衰啊，比如講我嚇，刺激喎咯，刺激你聽到你就紅瞌實到，我冇俾你變你學勁講嘅喎。我就笑，你我就講我冇起來講我笑嘅，係啦。แล้ว即係阿蕉平時冇起來嘛？阿蕉你有幾個歲哦？阿蕉聽你講幾個歲啊？阿蕉你見咧最學到大唔知有哦？你沒有掉過你咪？阿蕉，佢都白見你冇起來咩？佢都白冇來喎。我要叫我這個數來 share，要叫我個落 share。出去。佢都白啊！佢都白啊！你講。哦，伊是等陣啊，伊講伊甲伊嘅叫朋友啲講電話，然後拄好講到無，講伊個舊厝嘅故事。講你狗對面有隻狗嘅你故事。伊舊厝嘅那個舊厝嘅故事咯。
啦，講嘅是啊，伊唔係啲伊當啲嘢喺你身處啊嚇，有內你 photo 啦嚇，掉個邊啊嚇，內誒個撈咯。呀！咧我每個你想一時掉啊是係咪？因為講一時用佢你 velcro 嘅滴黏掉個邊嘅，都有 photo frame 嘅啦。因為是奇怪，講是攞拍個撈 at the same time 咯。你一時攞掉，你是冇上房間嘅嚇，冇當時嘅時，個嘢先處，嗱我都冇上房間。You know, you know 大嘢，你 dining area，但到伊代邊隻，後尾有時你 Coca-Cola 啊 ，I don't know 我注意。冇注意到。伊到 dining area 位置。哈，我知嚇。Coca-Cola 啊，我就邊個隻咧嚇，嗱個時候是大嘢房間嘅。maybe 是上司念咩做只build office 差唔多上。除了咩？有咩處？新處有一個一堆 shit， 我多少隻，因為我搞多少隻。這麼是咪來？唔是，係你講係你白頭開啊！你真是想啊，你啊！出鼻咗啊！我熟噶哦。出鼻係吹料啊，叫咩？對，但是你講出鼻嘛？我 comment 伊，我講，this one so cute。我講，你講 cute 啊！伊講裏邊among裏邊啊，係你第恐怖嘅。呀，伊個講伊卡手個咧是成個配一個糖，響大糖。哇！講嘛，你殺毒嘅嘛，是唔是？係咯。嚇！你講唔知是唔是？係你唔驚你糖妹嘅了咧？伊你殺毒，伊就冇驚起嘛？伊殺毒就別起嘛，別起啊，未必跳出來，唔知。跳出來哦。你俾跳去吹料啊？我猜。你講起出鼻咧？我猜，我咪。你咪講起出鼻啦。一話嘢，哎呦。哇！點解這兩日就直接俾人看到叫 YouTube 嘅？哎呀，แล้ว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ต่ว่ามันมีคนจู่ๆไป講個ตมกก็สู่อัปเดต哇 why things by 是個老講起本啊嘛 why story 個啦嗰時叫樹講表嚟 help why 就是叫樹講表嚇你樹講表你安怎會聽到樹講表你安怎會知講樹講表會做呢樣嘢我都唔知喎寫是人介紹嘅嗬呢度啊我未記送嘅 artist 就攞當我諗嘅朋友冇啊online我未記online是得咯online是巴魯嘅你披薩餅哦披薩餅我知啊啦 airport 被去 airport 是正出餅嘅名去啊對啦，就係講明啦。我去邊隻邊隻句哦。佢哋貴啊，佢哋貴處啊，出面講貴攤嘅邊。我冇去過。來就是佢哋特間外口咯。我知是特啲披薩對面揾住去嗰邊。我冇去教頭毛邊知道。around 呢邊嘛。OK， 因為我自己人大病嘅喎，我係其實大病。下邊我山下邊有山卡，佢哋係我在接觸。有牛啊，我呢邊就在 develop 啊，我這 area 在 develop 嗰度嘅。你讀書喺哪呀？我唔係讀過路哈。會。我哋讀，但你真正是讀路啊？ OK， 佢情硬啊！你一浪嘅時講咪夾古嘢後，嗰陣時俾邊啲學嘅 T-shirt 當緊20塊呢，20塊半嘅，咁咧20塊多條線條，咁咧20塊咪情回，แล้ว人俾呢時情嘅硬當當啊，嚇都俾佢哋貴啊！但是เราไป佢哋貴是買情咧，佢哋貴一嚿講一個數一個情嘅兩硬啊！
我唔夾你講啊。注意嚟，第三阿娘，OK 嚟講啊。伊個大把人講，買人講話嘛，對，而是咪是人講話？哎呀 ，My God，係咪？個陣tsunami嘅時哈，2000時2000啦哈，tsunami嘅時，有一個 Dutch 咧，有一個荷蘭嘅查某，伊大把到飛機迄邊嘅，然後伊有年是清白看到係 tsunami 嘅咋，伊大起那邊噴飛看去，然後伊把隻嘅時候，伊佢看到伊個未救樣嘛對，所以伊看甲規條甲了咋，了過後水退嘅時候，伊把隻嘅時候，你向了你海位伊講，伊應該講出來啦，是伊多心上我唔知啦，伊講成個路即個可能嘅。一個數學，你寫亂冇位氣啊，有人 welcome 來我厝大，咁就，係來我位啦。你好閃啦，講好閃。人氣咗。哦。係，แล้ว應該伊隻名嗬，伊困嘅時候，伊 feel 到有人幫伊啊。哦。而家嗬，成個有介意啊，可能介意啊，咯。The next day 困車嘅時啊，伊尼波啊，邊有呢有出去食啊？伊尼波啊？嚇！伊個解鈴啊？係咯。伊拄到隻小嘅龜啊，聽到隻小嘅龜。你邊是見哪數鈴？那龜吹大。我啊，一個真大隻嘅龜啊，真大隻嘅龜啊。哦，所以你咪使請伊對來誒。係。你知道這個數你是你爸病，伊來我爸病，過後伊出人介紹啦，伊樣叫我爸去甲伊請樣走嚇咯。伊只在你爸請就直接。伊即唔是請佢走咋，伊是成個甲樣超度，係樣淘汰過嚇呢，唔是請，唔是趕伊走嘅，伊是甲樣做something嘅，係樣 back to 樣位嚇咯。伊個多數南邊本嘛，伊頭家。樣個啦，潮去咯。我唔知講邊啲有人死啊？有啊。我唔知講邊啲有人死喎。伊是海見人死啊，就啲海見。冇清楚啊，應該是獵虎嘅人，獵虎嘅虎尊嘅人。所以你死嘅人是大咩啊？係either 你 Miami Beach area 啦，掉嗱冇嗰時就是係你咁巴嘅。對，但係我都講你 Miami Beach 嚇，一多起邊嘅咁多嘅 Miami。做死，伊水都冇著大港，伊安怎死？我咁巴呢邊佢係掉你 picnic 上呢邊有人去 picnic 嘅嘛？第慘是路掉淡呢冇。哦，伊拖咯啊，頂水起拖咯，嚇。水咁都冇關注大，你看。特別 sometimes 拖到落水嚟講係亦都係客人拖落去有可能。哦，我就知道未向小水啊，成日。還是斜講起來啊，我冇 expect 伊啊。冇 expect 講because 在 tsunami 穩定時，伊唔是影來呢，伊是伊接，伊是伊出嘅時，是隔了就係水破 out 嘅時候拖落去，甲平常時影冇咩像啊。伊because 伊水起只關咧後，可能多拍到對來是拖較把過，成個人平時長咧拍影啊。哦，伊尋一跌個了冇落來，唔是咱起來咧 gravity 拖落去。嚇。Because it's in the con my undulate 掉是啊。แล้วOK，แล้วaltitude 嚇，你話把你估個數冇啦，我係自己冇啦。係你嗱新加坡呢個都不都買咪，定到你學鬼看出來只驚等於搞係頭啦。做工下邊曉。嚇。咯喲。個我等我小就攏講學生等我去小。嚇。當今你住喎，你一人啊無啊啦，你住你一人。無，所以完全無數，真呀個，因為我隻狗都無數，見來見去就 happy。見去就 happy。Because 係咪？我啲看 Google Map 嘛，叫我大家即係講表去邊啊？
是我攰住去到迄邊看，因為有一個咩啊，Pokemon 嘅 gym 到迄邊嘅咯，那無咩人係。Pokemon gym 什麼意思？你頂到唔是依 Pokemon 嘅咩？嚇，因為佢講佢有一個 gym 嘅咯，那我去行迄邊嘅。那迄邊冇。我咧做過 Pokemon stop 嘅嚇。係啦，因為一個 gym 到迄邊，那我去行玩 Pokemon 到迄邊。OK， 我在大路because 我係咪冇咩人去爬路嘅？哦，你係㗎 ？I think 我係個要 more than 24 hours 到迄邊。哦，我都唔知攞個依個當 games Pokemon。哦，Oh my God，個有人依咩？我冇依個，我可能去獵鳥，我冇去拍。哦，我真係講唔到大路啦。OK。但係樣子是一隻嘛，即係 Pokemon 嘅station 嘅 gym 嘅咧，佢就是暗嚟到啲邊嚟。哦 ，because 樣當佢好嘅啦嘛，要嘅係你 Pokestop 係嘢 gym 滿嘅線嚟啊嘛。哦。那 Pokemon 個 cute 咧喎，冇上咧個趣味。我冇 install 咯，冇影嘅嘛，你必對馬來西亞時嘅去。總會為個即係咧安呀唔是安呀，即係830個吧你，幾個數，你聽過是呢個幾經驗過，你出來人看到啦。我敢若I think 啥是我甲個一個cousin 嘅無出嚟，甲了未看到嘅。了，我個一個是幾個數，我是上下是 last year 啊。本是 Australia 嘅。2年前咯，我叫我朋友去 holiday 嘛，一來澳洲了嘛是出來去啊，一位啦。我人嘅迄個motel 啊 ，motel 啊，了去看迄個豆豆，唔知叫啥物，豆豆是叫啥物，福建。B 對。係啊 ，OK。看了嘛是對 motel 啊個10點阿暝咯，正換了本啊了嘛愛困了嘛，愛困了兩日嘛是講面出去啊物件了嘛去困咯。了伊迄個房間嘅aircon 啊，冚袂落一路在有啥個 full blast 咧，可能真冷啊內邊。了我嘛是困了嘛是講，哎呀。冚位要拖位係配單冚位邊㗎了，了我就 relax 了嘢，成個感覺就講成有人行位邊啊，你看無？了我朋友是另外一個名稱嘛，了我冇插入嚟字，了我是想講，哎呀愛困咧，免去插入嚟字啦。了，你感覺你徛掉是咪？徛了咯，徛了我邊咯。面床嘅邊係呢？了我咪是困去咯，困去了夢着講有一個查某囡仔，才13歲、12歲、13歲咧，可能困掉個我邊啊，我係名稱啫。我嘅名稱困掉我邊啊，了伊唔頭毛成個烏湯長啊，你看了個就有一個。就一個機，你看到佢嘅。哦，你個機嘅邊？伊個無話啥子成固咧，可能了是跟他穿白嘅底褲爾誒。呀，你冇穿衫？咋學哪係食嘅？你看到就係伊個。八倍。哦。就學哪你看？了是我嘛是起行，你就係我到起嘅你辦嘅，我講你是住住。你如果一個人穿底褲，你會穿衫，穿裡面衫是 T-shirt 係咪？冇跟他穿底褲呢。哦，查某囡仔，你講13、14歲，咪是怪大漢門啦？還是3、4歲？喲，裝嘅先，裝半處。Skype 俾人嘛 ？Skype 俾人半處啊？這啥嘢呀？崩潰啊！Zood，OK，了解會講。了。
佢真係嚟一個。你媽講，你是住做，做咩事？你困到嗰邊啊？你冇印咯。伊無用我咧是看了我爾你知哦，咧是我都去這裡房嘅內邊，我起學嘅我住邊啲你知哦。咧是咧我是我成日為朋友成日叫我名咧，好咪請起來咯。咧我是無半行啊，伊都無叫我嘛，所以我困到對咯，是我早起是我甲伊講，你昨暝你叫我呀？伊講無，反正你成日困呀，你成日響等對哦。然後是我講，伊講啊，我是幾多號你？我講什麼事？我講最數你幾多號啊？你是講啊，我是看到一個影就去迄個房間嘅講了嗰邊，你看到伊你知哦。了啊！你朋友咪看到啦？我朋友會看到嘅，你甲我講啊，就係講啊，伊是學頭毛嘅啦，頭毛長長嘅啦，你是成日學拉嘅白嘅。咁你講相看嘅你放嘅對？我放叫伊甲我講就是講，伊就哎呦魔鬼長哦。喲！喺嗰裡呢，你是往內行，搬去最後講冚咩長嚟啊走啊！แล้วน้องฮัจแม่เป็นตัวน่ะบ่ตัวจิแม่เนี่ยโอ้ก็ใช่ฮัลโหลแล้วสิว่างตอคิเชียวแล้วเจเดียวเป็นสิมาแล้วสิว่างน้อยกำกับเดี๋ยวก็ทางก็ใหญ่ตัวว่างจะอยู่เย้จะตัวเดียวลองเนี่ยอีสานเป็นตัวรู้จะอยู่แล้วสิว่างน้อยก็唔知講我唔知講伊哋嘅喺時候แล้วแต่講掉，แล้ว是往內講，你袂使對嘅，可能。哦。แล้ว我能開車過去，แล้ว去麥當勞去食 breakfast 嘛。แล้ว食 breakfast 咧是內邊去財經，แล้ว伊是講我朋友講伊邊去財經嘛，我講去咯，我個禮拜嘛。แล้ว伊出來是看我，แล้ว是我嘛是。我都唔知做咩鬼唔知啦，咁我咪接住你財經咯。有時成日講借落去嘅時，看到成日感覺就講成日物件內邊可能就。到底針板嘅南邊還是針財經？嚇，到底針板肯成日就。到底袋咧冇啦，沒有物件。是伊房間財經嘅房間嘅針板房間啦，沒有物件。係咯，係你到去。唔是坑佢啦，唔是坑佢。喲！我記得成日時我看到一香港嘅鬼魚是做咧香港嘅啊，咧伊咧西湯咧，伊成一個手咧起來掠人嘅，然後我看到一道我細漢我驚，我特快啊針板嘅時候我真驚，講係伊第一個手嚟起來。試驗頭先。係了，你感覺到有物件了？了感覺到啥有物件了？好咯，那時我咪是出來咯，出來啊是我看伊看我，好咧唔耐點咁就。但是咪是行咯，行出車行咧嘛，行我講呢個成個有物件對我人嚟看咧，我講是唔是叫查某囡仔就對我人？伊講唔是講。講大媽到去你 restaurant 你麥當勞就是喎，你講有物件，你感覺就講有物件到去內邊係在經嘅，講是啊有啊，所以落嚟啊，大過去 holiday 嘅時啊，就慘你就有，直接丟掉，你就落嚟，你是到馬來西亞來啊？是咯，你是邊個人嚟？阿周咪叫你嚟講啦。係啊。伊只正嘅講咯，就是啦，叫伊嚟 join 啦，白刀。看啦，會看咯。你招伊嚟看。我諗大一個一間喺裏邊咧，有一個老人喇嘛喎，記了唔知道一間，你在喺個古厝啊，樣拍了，就規列嘅喺個厝樣拍嘅。因為厝攤那無了，啲人弄到。無了啊，樣做 hotel 嘛。對，嗰啲是古厝嚟嘛，古厝了係
我諗睡迄邊迄個 hotel 嘅屋嘛，你係希望在啊樓頂本有，外口本有，哎呦，你是講你對馬來西亞時啊？你對嗰邊睡啊？啊，邊個？講下。冇了啦，我唔係講啊。做咩事我講我嗌？我驚把電話去睡掉咧。講啊，atau kan ikaw si mas recommend kaya ping tua kiao. 講下，係咪邊間你？冇啦，一再講陣間有物件徛了到去外口嘅房間邊，然後是，我講伊個，我去甲我講，我是想講有陣間有感覺，不然我買晒。你朋友嗰度講啊？啊，然後是我甲伊講，你問甲我講，是講無啦，無半項嘅啦，伊是你看我內邊房間有好多物件。Go，就將啲 backpack 啊，即係阿娘啲 backpack 下，你咪知道你去旅行啊？阿娘，聽到你邊嘅咧？我聽到你 zip 啊，sound effect 伊係當個 sound effect 好。有啊，伊個成日講有伊會拍鬼出來嘅啫。嚇？伊會做呢方面嘅，每成哦，你咪寫佢阿娘佢咧啊西貢廟嘅，去做 volunteer。伊是 Catholic 嚟，所以冇做呢方面。嚟講。冇啦，伊個 story 嚟啦，我咪講下。係咪 too much information 啊？冇啦，有時講咪講可以講咯。我見講冇嚟咧。冇啦，我甲你講啊。我叫你冷鬧個肥蛋。我甲你費事，我甲嚟 join 咯。我不知啊，我要做一個特別嘅錄音響是拜六早起嘅，所以和日本老姨加即青子嚟講，拜六早起會青子，應該點？伊會咯，伊啦若是無換啲阿妹，你看因為伊驚未禮拜請未去咯。哈。我或者 try 快樂嘅時候，我覺得我少想別叫講我 remind 人啊 hang out 啊，讓當我新嘅 Google Plus 冇啊，我新嘅唔知啥物啊，我特別注意去邊咧學見到佢網頁是去邊咧學見嘅 Facebook page 嚇。應該是你能用 Skype，你我頭先。No hang out 一個 still hang out still can，特別被做。Google Plus， 所以 to notify 人，人家通知人。Google 嘅，所以 Google Hangout 個有個啦。Google Hangout 應該是有嘅，我是在啲 YouTube 嚟做嘅嘛，我在啲 YouTube 嚟做咧，我梗係 post 在啲 YouTube 嚟嘅啫。post YouTube 啊，所以我是俾通知啦，你講 mailing list 好呢，即係叫人 sign up for mailing list， 就 notify 你 future recording 下，就最。if 你做 Facebook 嘅 page，I mean 啲係你 chatting 啊，講你係咩啊 ？Messenger 啊 ，Facebook Messenger 都做一個 group， แล้ว你有 record 是係咩？你嘛 post 入邊哦，แล้ว但人會很掉啊。你濟人哦，你寫啲 Facebook 位哦，你可能在講你。我寫到啲 Facebook 位嗬 ，Facebook 成日杜爛嘅 ，Facebook 啊，我特別學女啊 ，Facebook 人家看到就我人唔知嗬，除非人去 check 啦，人點去你 Facebook page 看，人家看到嘅。但係人家你去看到你 Facebook page 我 post 其實錄音你看到。特別你是冇去調啲去看呢。你未通知你誒，因為到啲咧hang out Google Plus 嘅時候，我記係是用嗰啲 email 去浪嘛就，然後你看 I join 你就 yes or no 你看你嘛，然後嗱曬你講個好，特別 maybe 我記係去浪是像 RSVP 嘅 link 咯，我 try research 看啦，浪個到啲本來學見嘅 .com 嘅網頁，我個 make announcement 到啲邊個至季節裏面你當注意看到若是講 Google Hang Plus 無咧時我看會安怎用新嘅辦法通知人。我哋 research 嘅學生。你個把你幾個數即係我冇幾個數啊，阿 John，
你告訴特別我俾每隻物件，我你聽講講即係兩百八買嘅位啊，我去我係點寫，我係好朋友去諗去我等個白白啲英國，一對嚟嘅話咧，大嘅話係講嘅嘛，啲但係就講俾啦，特別係去佚佗時，下嚟所在啦，兩百八買啦，依個最低咯嚇，冷水依個架車嘅依個男仔啲萬名名樓樓，哦嚇對，去佚佗，แล้ว有一道我去兩百八買嘅時啊，你用兩百八買時，你去 Coast Road 誒，你成家你去。係見咯 Coast Road 嘅位啊，啲正出邊啊，有一個成家。巴肚嘅鏡啊，唔知是哦，แล้ว有一個長啦 banyan tree 看起來幾勁，啷會記得？但是講啊，你講到我看我但是講會，但是掉，在那邊 program 我到咯，我係喺宜賓嘅路啊，是係路landmark哦，路landmark，是講喺 Flamingo Hotel 嘅，一落山了，了呢個路是滴了。呢是你 direction 是向到咯，向海。也海見嘅路了，你滴出是你搞架，也海見嘅路了。哦，有厝嘅咧下邊。啊，有厝了，路邊有厝，特別我一個吉林啊。阿妹有一個阿妹。啊，吉林啊。我知。了，我喺吉路邊嘅時有一個成個巴肚嘅暗鏡啊，是係咪？特別伊個長啊。伊個規章啦，爆起來嘅啦，爆起來啊！了我阿毛朋友我看到，我想講，哇！安尼來路，我要去看，所以人落來了，行用腳行去那邊啦，去鎖那邊啦。了伊個吉林啊嘅，按照講係吉林啊嘅會笑啊，是係咪出來啊？因為哇，你人口面接去邊啊？即係經時河人嘅。咖喱嘅講嚇，咖喱嘛，抓嘅講啦，抓嘅 God 啊，咪是啊，伊講亂口面切土啲那邊病啊，嗱，即係是咖喱嘅所在咯，哦，未必要抓啦面。未必要抓啦，是係咪啊？喺你點先？伊講嘅我冇幾層咯，我未出啊。哦，你大鏡哦，伊個巴肚誒。冇係咪大鏡？伊是唔是成個講咱水地路下邊有自己成個水晶，還是啥？伊是啥即是可能拍陣時去逃避，還是水晶咧？啥是水晶啦？冇計啦。即係是真係細鏡啦，上加你就係講啦，水地路。你看啊 ，public 會針板咧，你看呀。哦。特別嘅規章啊，卡咪起來哦。我想我咩 key 是到一格。你去看你 Google Map 嗬，然後你 mark 嘅 location 咧，行嘅 location 好玩看。我看。Maybe 看 maybe。就是我俾梅啦，有個。你去看你找到我你啱曉是到我朋友嘅厝對面嘅，我朋友厝對邊啊，伊 directly 看到過去，你個另外啱嘅。是你是出來咪是我係你 Flamingo Hotel 邊個？有，是唔是 ？Flamingo 新嘅劇場啊，baru。是叫 Flamingo 嚇？我咪係叫 Flamingo 嘅。啊，對，到底係你Dalat School 嗰邊嘅。對。Yes。我是感覺是我嗰邊咧係你啱嘅。Where the fuck is the Google Maps 冇啊？你使去 Street View 除咗 location 咧，去 Street View 看到冇？我做你看單隻。隻 Google Map。哦，你好像佢上去呢嗬？哦，不 ，because 我聽到人講200per mile，我特別去佚佗嗰邊嘅嘛。哈。200 per mile 是到底？咪是你曬狗咯，係啊，satisfy 貴啊，曬狗落嚟。嗰時 OK，所以到底 KK Store 邊條你都俾貴咧 RWF 誒
下邊嘅時候落係你行過嗰時，你使經去山只邊嘅是多邊是度了邊咯，度了邊。邊下邊個時候細落，才直接去啊！按你去山落山到對咧就直頭出去咧。哦，哈，吹頭鳥誒，等陣。吹頭咧啊！我看到英國條後尾有唔行過。人嚟朋友啦。條我淨係紅一隻，都冇講紅一。冇，我係全部講。我話你是我係好朋友，我諗嘅朋友。你講你這是到底 before 你嚟英國時就辦呢朋友？伊是我係St John 嘅 SJI 嘅朋友。伊到嚟？澳洲 St John's。伊大啲Sydney嘅。哦。伊大啲Sydney嘅。我想無聊啊！點解你借哦？我想無聊喎。你看你借經哦。你借經係咩？新厝啦。哦，未必我朋友嘅厝起那邊嘅。你是到底啱嘅對面，你知我朋友嘅厝。Let's say 伊阿嘅大妹是向人要落坡地 direction 嘅嘛？I think 是 east 咯。伊阿嘅對面就是我朋友嘅厝嘅東邊，伊大妹是向海嘅。伊個角頭嘅位嘛。伊兩百分買嘅角頭，你知無？兩百分買有一個角頭。係啦，個伊係你啦。要擺咩啊 ？function 嚟嘛，嗬。I mean at the corner 嚟嗬。啊。但是諗是唔是講另外一個 corner 是一隻搖板嘅嘛？條搖板較遠啦。我上九邊搖板嗰邊直頭落，直就是幾間邊。上九是 hillside。我是上九啊，我未。上嚟九。九上嚟九，真唔識叫上九，唔知點算啊？OK，知。上九，攞乜叫，攞我有聽，應該只肯定知啦，應該即係八針機在上九。別記啊，上九就講Hillside 啦，Hillside叫上九咯。後面屬於叫上九。我未記咗乜事叫上九，我唔知咩事。九。上九。你叫我 location 看我看到，伊暗名咩名？我等你看。看下暗是啲角頭邊咯，嗰邊我未吹彈咗，伊彈下個咧，爸爸佢冇上了，佢咧是一個人暗啦，呢是一個人暗。你可能好似安尼看嘅 abandoned building 嗬，本是讓定到講看得咧無人去動嘅。我會記一個是迄個羅本少嘅厝對面有一個，人講迄個 Chinese school 啊，無人敢動嘅。哦，迄個時鐘啊。有個一個是迄個 New World 啊 ，New World 下邊隔嘅後尾落附一間厝，到小 Burma Road 嚟啊，要到Burma Road 下邊有一個到corner下邊，下邊不是新加坡咧，無人敢動嘅，下間，了個一個是到 on the way 去 Butterfree 嘅時 cornering 下邊係搬一個厝，不是無人敢動嘅。Adorable，人起個就水了啦。無踢踢咯。啦，係你 Butterfree 下邊嘅。先讓過去過啊，做別成個再踢踢啊咯，英國中。踢踢啊！哎呦，拍生啊！伊人起個就水啊。有，而且喺你經驗有撕裂嘅厝啊，我想。Hello。等下 number 二買等我看。特別我講嘅物件唔是好平啊 ，John， 唔是好平。哦，你講嘅是一間喎，一間較啱喎，即係你 that school 嚟 ，that school 嚟啊，唔是一間。唔是好平，唔是好平。較起我想啦，我想我。Oh, I know where it is。你較起，你是較我住啲內邊嘅，我去看看喎。Yes。I know where this。我去掃，我去掃，我一記細漢時我個去看過本。冇去了喎。冇了我想，加了這個見加了是新嘅，我睇下是要去，
我睇下啲 key 最落了。最低落是 Lembah Permai 咩？唔是叫做 Vale of Tam 咩？哦 ，maybe is Vale of Tam 喎。哦，是 Vale of Tam 啊。嚇 Vale of Tam 是幾多落了？睇下。啊，我本嚟記 Vale of Tam 喎。Vale of Tam 係特佢別。Sri Vasikatu Muniswara。我當然讀到老啊，我識裝曉喎。冷咩食啊？而家嚟攞啲硬光，冷咩食？我 share 兩看這 window，我做隻 adventure，讓是Go key John key go up。這是得咯，我 lost track 嘅喎，這是咩？這是得咯。轉。Vale 是 Vale of Tam 咩？這 Jalan Lembah Permai 是啊。是啊。Jalan Lembah Permai 就是 Vale of Tam 係啊。對。這是咩路 ？Vale of Tam。我未見這路咧。Vale of Tam 是啊。Vale of Tam 是最地路咯，最地路咯。特別我未見證嘅了，會出什麼位誒？我講未見去喎，因為去嗰個大間。這是什麼 school？這是什麼物件？誒，唔是。有一個翻到學堂。這只公家翻到學堂啊？嗱，正，這最地路嚇，OK，看到正是但仲乜啊 English school 啊，就正。攞看到。OK。我去到要刷了。我去到啊，我等住咗。The exit 呢？我唔知Jalan Lembah Permai 就是最地路嚟喎。那是我啊。這是接喺阿里來。正是，哎呦，普吉，這是咩出來？真係嚇婆婆啊！呢路舊嘅白雲山。這是咩出來？我唔乜學過喎，以前啊老國仔出呢。哦，你我唔知。哦，那應該點我跟你講，我嚇 here 啊我知你講。唔是係咧，我講嘅唔是係咧。哦，我知是這間，我知是最正嚟。阿婆一站咩漲落了是冇？有可能呢 shape 是唔是呢？有可能一站咩漲落了。我知這是最正嚟，最正是because 這是from the reservoir 落來時候，你這是一間，一上你看到水，點解冇黐梅嘅？我睇啲詞有咩水嘅 ？Maybe 啦。แล้วสิเลยจิกเก้งมันสิว่าจะเป็นมันสิแต่ละสิเลยRAAF ตัวที่เป็นเลยไม่เป็นอ๋อสมัยแรกแล้วลูกน่ะสิขี้ลูกก็ขี้ลูกเป็นนี้ลูกจับลูกขี้แปะหุ่นสวาแล้วบ่แปะหุ่นสวาสิจะใส่ยาละปัดลูกถ้าเป็นสิแปะหุ่นสวาแปะหุ่นสวาแล้วลูกกวยเลยสวาปะกวยเลยจุดที่รอ咯กวยจุดที่頭先啦แล้วลูก搞但我這個是這頂到一間店叫做 KK Store 咯，在這邊。呀 ，maybe 是你啦，一定是一間哦。because 是Batu 嘅 structure 冇可能安尼快步去嘅。could be 啦 ，maybe 啦，but definitely 有一個長寫啲冚咪起來。我這都冇啱，這都冇啱。冇啱啦。有人會記無？是你講嘅，我去你講嘅位看看，我係吹咗。我講嘅位係是到底 ，OK， 這是 Jalan Lembah Permai。zoom out a bit 啊。Professional School of the Air Force。嗱嚇，แล้ว我講嘅是一角，你知哦？我到底嗱隻海景嚟啊 ？Flamingo Hotel here, right here。哦。嗱，這邊位 Hindu temple 看到哦。哦，你上接，即係我海有了了。你是海，你是啲嘢海見內邊呀了。我講嘅是較起㗎。較山，較灣山。較灣嘅山。哦，嗱，這間啦，開教嘅一間，開教嘅兩間啊。嚇！有一間嘅摩羯啊，蘇lau啊，那我朋友就是這間咯，這間。哎呀，哦，Jalan 係咪？這是咩啊？Jalan Oldham Road。我都個名嗰一陣。
佢哋問嗰陣。Oldham Road。未吹過。嗱，即係我朋友嘅阿朋友除咗一間，部大朋友嚟頂，嗱一間講咧藍嘅鐵妹嘅。This one。哦呀！我啱啱咧大間去啊啱。做得水喎。啱。係你啱。That is the one, definitely. 是咩 ？One. 哇！佢俾你，哎呀，unless 能弄到咧。你邊位朋友出去到依個位 ？Yes, it was near there on the thing. 特別係你是估出來，係你仲唔清楚？特別 is I mean considered new 啦，你係Jalan Hamid，這是 Jalan Oldham Road。單我記住 ，Jalan Oldham Road 是依個叫做 Guil something Hindu Temple Sri Maha Mariamman Temple。我媽話是 Sri Mariamman 嘅。Sri Maha Mariamman。嗰時我可能 Google 嗱，那個係見，咱講一句係見，我會嗨啊，等於。會嗨。依啱特別點解冇呢大間嘅啦？應該講，未必唔是間 ，because 依啱係baru recently baru kaki develop 嘅，點解只細間呢？依冇呢大間喎，依 expand 嘅，點解就冇呢歪嘅處？當然話對幾邊，你講我聽到啦，叮嘅事，正嘅事啦。OK， 哎呦，死我未記講嘅直頭看啫，個人要補充哦，人要講咩個嚇？阿娘嗰條，有。阿娘，所以那是講最主要有興趣買是咧啲嘢冊嚟講呢，講對晒去同埋你 website roarofthethunder.com 了，等我諗看下冇，等我開點先。Roar of the Thunder， 等我特別標啫。Roar of the Thunder 咧，你是上個是你一頭當金，但是當金你 pre-order 嚟講，你對攤 e-book 啦嚇，然後印出來是一個價去，你到底馬來西亞個價呢嚇？係，冇啦，出國會使價啦，即係另外安排哦。哦，嗱，你話即The 34年 Journal of the Late Master Joe's Real Life Experience in the World of Evil and Celestial Gods。所以咱就會俾一個是49.98，49.9到啲 ringgit 到啲這邊嘅俾，你會使 click pre-order 啦，一間就是是阿娘。SKB 是係咪？嚇 ？SKB 講一開就係 SKB 嘅 temple，SKB 是係咪？西貢廟。蘇貢廟廟是係咪？廟是啱美術咯。蘇湖嘅蘇貢廟啱美術。OK。就咱個去看啦，然後若是講咱有興趣嘅，甲去買一個講一個上咗咯。แล้วว่า若是講你即個 episode 咧是往條等價嘅3禮拜4禮拜我個綁啦，所以還是應該出了未還是切，還是我差唔多要出嚟咯。特別咱若是聽到現場咯，會使愛去買會使 pre-order 會使去 pre-order 啦。但未必 agree 咱個嚟講一個數。特別唔使講嘅啦，咪冇人俾啦，個數。你把做咩數？個數啊，你借物件。我已經30年，你咪頭本來是笑嚟講，或者佢就出櫃咯。你娘你講你講，你把個數，是一寫起來有啲嘢，特別你經30年啦。即係一家己經嘅 ，before 一pass away 一家己經嘅。哦，แล้วรู้อีกี่時講要出錢呢？
真久，舊年啩。哦。真久啊，因為無用啊，那個拖水講佢會活個真久啊，嗱，所以問拖做唔驚。係啦。你想講係啦，你少年入邊見啊，吸引人來咧是冇想到嗬。你個可以朋友，又可以朋友阿妹嘅，特別即個只按怎講朋友嘅冊嗬是未出冊嘅，所以我個要去學人 proofreading 啊，你看咯。哦，後面你可以 edit 下，你是講？伊可以家己朋友 edit 啊，伊可以朋友阿妹 edit。嚇，特別出來嗬，不講就會出冊啦。成個 story 一樣嘅阿毛是冇上嘅嘛？哦，嚇，maybe 啦，唔知啦，所以樣過阿姑入去。我記得你學本地人 edit 過啦。即係我 father 亦 member 有 help 啦，我唔知樣學住去 proofreading 啊，然後應該 OK 啩。我都看過你 drive 入邊正一人起一個 highway 了，你看。哦。drive 入邊正。跟住佢係 set 一個。明白喂，明白係你個兩時嗨睇下人。有時就係未搭車下，一直到啲嗰啲位置通過去但用搭講嘅邊下。伊個波地加伊加 Butterfingers 咯。Penang Back，Butterfingers 係 Penang Back 嘅。係做乜啊？Penang Back 嘅位。哦，所以當見嘅是 T 號咧，是讓佢俾 T-shirt 咩？太誇，係太標炳咯。哎呦！嘅兩浪啊，俾嚟做坤三蚊好。嗱，阿咪坤是個比較貴啲。咁時候佢聽就笑聽，即係禮拜咧，我特別嘅邊咧就是我大蘑菇啦，阿蕉啦，英國醬鵝鳥，不杜麥用我哋都好啲阿龍加 Skype 合併嘅為阿娘加。白針機，對我講呢個咧嚇，然後讓你查，讓你 link 條讓使去到這裡 episode 嚟讓看到 podcast 看到這 link 咧，使去 YouTube 我咪幫這 link 好讓去這幫入俾這幾個數查。你咪 master meet master，你幫咩 ？Joe 啊，Joe。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你朋友介紹你嚟教人講咯，無你唔知嚇，你唔知邊啲學嘅啊？啲你朋友介紹嚟。唔知。但係世界叫介紹人聽咯，當然拍廣告啫。我做這年咋？你平時我做13年咯。我特禮拜特一個月講一到幾個數啊，特禮拜特8月滿出冇上嘅話題咯。然後就是你看你就是去你用 iPhone 還是 Android phone 然後你用你 podcast 隨 podcast app 然後你隨便咧學見，然後就去 subscribe 然後有新嘅episode時都會聽到。哦 ，OK。然後不知有興趣，不知係講幾個數啊，還是講你練㗎，好時啊，有幾個數嚟講，時不到嘅時候都嚟講，還是參巴嘅話題咩？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嚟禮拜過來聽新嘅話題，拜拜。拜拜。OK，到啲 Skype 合併，不嚇到啲YouTube 合併人呢，你人到頂一禮拜冇聽到嘅 miss 掉嘅話題，即係特別嘅就使大邊去看，然後就是會 subscribe，你訂，然後是你到使隻 number 就去咯。但係我看到有一人 at 啊，一邊訂啦是就 subscribe，啲就不，你訂你整呢就是往現掉時候，往做現掉嘅時，假如通知你講我當然就開始現掉。OK， 阿 boy，拜拜。